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头一个访问团，中国海事局嘛公布15到20要伫南海实弹演习。交通部长林佳龙时节意志坚定，行政院长苏贞昌仍批准林佳龙的时节做到20落台。日本政府要甲福岛去抢迄废水送到海里，引起附近国家的反弹。中国批评太平洋毋是日本的下水道。新闻一开始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前美国参议员陶德带团的访问团。蔡总统强调讲，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台湾访问，希望双方会使赶紧重新来启动客体化的对话。陶德嘛讲哦，一向拢是台湾的好朋友，这届是拜登拜托伊带团，嘛搁再次强调对台美关系的承诺。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前美国参议员陶德带团来台湾访问，当日来，阁包括2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斯坦伯格。总统蔡英文15接见这一行人，表示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头一届派团来台湾访问，显示台美深化的友伴关系。对于两岸局势的不安，总统提起到中国不断派军机军舰骚扰到台湾，威胁区域和平安定。台湾愿意甲美国这国家同齐守护印太地区的安全。我们看到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以及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印太的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蔡总统强调，台湾对认知战有充分的经验，台美会当延续合作，对抗击消息。另外，总统蔡英文阁对美方讲，期待台美会当赶紧重开体化的对话。陶德致辞的时阵表示，家己是台湾真侪年的好朋友，即便访问台湾，阁开始受到拜登的拜托，重申对台美关系的一个承诺。And I can say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s stronger than ever. We share deep economic ties, a mutual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 and a critically important security partnership. President Biden's administration, he has only one purpose in mind, and it's not vexation. His purpose is only to support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great democracy which you all have built, which you are now leading. 阿米塔吉表示，美国方面无论是民主党也是共和党的领导执政，对台湾拢是大力支持。另外，泰鲁阁核事故造成重大死伤，有2位美国籍的老师不幸死亡，陶德原来致上上深的哀悼，甲台湾同款感觉悲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好朋友带团来台湾访问，中国海事局嘛公布，15到20这几天要伫接近台湾海峡的南海南平岛附近的海域实弹演习。咱国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是表示，国军拢有掌握，呼吁国人放心。美国总统拜登的老朋友前参议员陶德14到台湾访问，中国外交部出声反对以外，中国海事局阁公布15到20之间，要伫接近台湾海峡的南海南平岛附近的海域做实弹演习，针对意味真高。国防部长邱国正15表示，共军动态国军拢有掌握，呼吁大家爱放心。在某个地方有禁航这都是真后，但其他的话。我们都会持续注意，要有动作的话，我们会掌握。对国台办表示，共军行动是针对台独分子，唔是针对台湾同胞。甲台湾欠水时，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买军购，下造水利基础设施。邱国正是反驳，佮表示是中共的认知作战手法。不过最近共军伫台海周围演训活动真多，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除15号这一波演训以外。共军14都已经伫广东的线尾海防附近的海域做4天的实弹射击。这是进行中的这连媒体都有写那你们不知道吗？然后他是昨天又加码，再增加一个15到20，4月15到20的实弹演习。你们不能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啊！没有15到20这个我们确实掌握。对啊，那13到17你们怎么不知道？有2个研发案目前正在进行。嗨。目前包括整个设计，还有发动机的制造，
进度都很正常。中科院长陈忠诚证实，已经启动一代战机的研发案，目前在进行当中，进度正常，按算民国113年结案。另外，陶德访问团到台湾的时阵，爱国者飞弹车座中的微波雷达车，被看到部署伫附近的大地桥卡。邱国正是附近有启动防空作战，澄清只是国军的例行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咱国内增加一个对印尼回国接5岁查囡仔去喂着病毒。另外，外界关心目前咱国内注疫苗的状况，外界嘛真欢喜讲疫苗的期限特别到咯，敢会造成浪费，还是民众无法度去注着第2档的预防针？咱嘛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新增一例境外入的 COVID-19 的病例是印尼入境，是本国籍的未满5岁的女童，那长期居住在印尼，与案1036是印尼籍的30多岁的女性同行来台。A 例的疫苗它是间隔8到12周，那再来就是也并没有说到6月之前都不会有任何 A 例疫苗进来。好，那这请大家放心。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展延它的主动权是在这个药厂这边？那当然我们会请食药署这边再去跟药厂这边再确认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划啊。再来看 AZ 疫苗注射率无悬，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周志豪早起嘛去注疫苗，佮透过网络直播，呼吁符合第1类到第4类的对象赶紧去注疫苗。目前统计有6派医护人员注射了后有无爽快，加减去影响到工作，所以医护团体嘛呼吁政府应该要定出合理无扣薪水的请假规定，让愈较侪人去注疫苗。稍后我们接受医师的评估，确认目前的健康状况无问题。疾管署署长周志豪再去带领疾管署防疫人员闭枪伫网络直播因注 AZ 新冠疫苗的情形，呼吁符合第1类至第4类的对象会当赶紧来注。心里还没准备，好像已经打好了。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注意好自己的健康。注 AZ 疫苗的比率无理想，到4月14为止，敢若有21713个人来注，而且从疫苗开始注到今，已经有6派医护人员注了后身体无爽快，去影响到工课。另一日劳动部嘛提案疫苗接种假，也就是注射迄天甲过长工拢会当请假，头家袂当要求劳工请病假、事假或者是特休假。嘛袂当是记做是早班，影响全勤，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对待，毋过会当无薪水。医护团体表示，目前全台湾都敢若有2间病院制定比法规较好的疫苗假，只要医护人员注完疫苗了后出现无爽快的症状，附相关的文件提出申请，毋若袂去互扣薪水，嘛袂影响到绩效。未来会当有更较侪无共牌子的疫苗会当注，政府应该定出合理、莫扣薪水请假的规范，才会当提升无共人员注的意愿。其他的医院他们有可能会是可能隔天发烧，然后他们就是会自己吞退烧药，然后就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这样。不用给薪的话，其实就是比扣半薪还要更不好的制度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这样子其实是对医护人员在防疫期间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的。如果有其他的疫苗进来，我们疫苗的库存的量是足够的话，是有可能很快速的开放。医师表示，国内并无严重的疫情，注疫苗主要是要保护民众，去外国的时阵莫去互病毒喂着。若是有第2种新冠疫苗入来，差不多嘛是会为第1优先的顺序、第2优先的顺序安尼来做。会安尼做是烦恼讲，若是某一个对象伊注的比率相悬，疫苗可能会有无够的情形。因若敢要全部开放注疫苗，要搁要看实际注的比例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德鲁古号事故发生以后，交通部长林佳龙随着讲要辞职负责，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代志当咧处理所以无马上批准。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今仔是表示，代替事故的路段20会通车，院长毛甲林佳龙沟通，毛向总统蔡英文来报告，今仔批准林佳龙会使辞职，做到4月20。罗秉成是表示，部长林佳龙伫德鲁古号事故了后，就随到现场，无暝无日关心救灾，佮有抢修，对代替的改革甲转型嘛真用心。也毋过，因为部长的辞职意志真坚定，当初伊希望先甲代志处理好势，嘛希望用交通部长的身份来出席公祭。院长苏贞昌表示尊重林佳龙，所以批准伊做到4月20。
因为台铁道路局事故早起，立法院针对台铁改革开公听会，有真侪位学者拢批评讲，台铁今仔会安尼，就是因为国家错误的政策造成的，应该随开始改革，互台铁趁钱，提升公司的士气，增加卡手，才有法度会当安全。中华铁路局事故现场，事故当时工程车出入去的边坡已经去围栏，再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成员也到事故现场翕相。代替导办人员继续伫清水泵坑南段来巡检，过事故目前由检调甲运安会调查，不过即马却传出双方对比出不满，一边认为对方讲伤济，一边认为对方是办伤慢。在撞击前，曾有一人出现在铁轨旁，但是因为这个画面非常的短暂，而且受限于摄影的角度以及画质，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查明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的画面呢，考量到这个需求，所以就做了适当的一个裁切哈。那我们跟花姐那边其实都有良好的沟通管道。运安会强调，过去伫无改制会安会时期，针对重大案件拢加检调合作的经验，绝对无外口风声的无下。代替伫连续经过普悠玛甲铁路局事故了后，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也开改革公听会。有交通学者表示，行政即马宣示代替企业化是相关的做法，代替亏损已经4000多亿，无钱无人无士气，难保悲剧袂阁发生。那台铁的这个状况呢，其实我相信它是累积了30年我们政策对它的错误对待所造成的。那今天台铁我们不应该只有指责，票价的调整机制，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所得水准去调整，去避免政治上的干扰。政府大概就会担心员工反弹，那政府会担心这个选举考量。那行政院提出的台铁企业化，我个人是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相愿的概念哦。我建议直接就讲清楚，就是国营公司化。学者建议代替优势是环岛，暂可亲一高铁袂当到城乡。不过过去几年，都市铁路立体化政策，和路线用力量减少，暂可开发局部是错误政策。代替除了组织文化改造，佮加速各站区开发，互商场进驻带来金条，才有可能继续增加利润。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审查会计法修法，关系到国务机要会独罪化。国民党团是批评讲，这是为着前总统陈水扁来脱罪。国民党团早起透过长时间的发言，互主计总处无法度上台报告。会计法修法，去互国民党立委认为讲涉及国务机要费独罪化，早起8点外，因就甲级动员排队登记，连番出来发言。对会计法99条之一，修法是反对到底。连续几个南洋的立委发言拢超过时间，甲民进党调委郭国文是一句来一句去。这么草率的，涉及如此重大，相关部会全部审议。总统府的态度是什么？司法院的态度是什么？还有其他人登记要发言，你要排这个案子，居然只找这3个。机要会的报资核销涉及到总统府相关业务，为什么今天没有派任何官员列席？不尊重立法院。立院立委蔡业务提案，会计法99条之一修法是主张回溯民国95年12月31进前，各机关支出的机要费、特别费，解除经手核销等人员的财务责任，未追究行政、民事的责任，也若涉及刑事责任的人是未裁罚。因为修法涉及国务机要费独罪化，也有前总统陈水扁的案件，国民党不满敢若有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出席，而且美总统府甲法务部的代表拢无出面，也若时代力量嘛表态，无接受个案方式的修法。时代力量党团不会接受个案式的修法。最后，我要请问郭昭伟、马永成与林德训先生是否找过你？请你支持修法解套。所以耐心的就选总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可以帮忙，没有那么一个关键的人。帮那个人解脱以后，那个人就可以浮上台面，去帮赖清德去。你想太多了。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强调讲，英国特别费拢已经独罪化，这个修法是制度性的修法。嘛讲立院党内有其他的声音，因为这个时机无拄好。主计总处的态度是真保守。修法的报告指出，目前国务机要费的规定运作是无问题，且立委就要综合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讲，要甲福岛核一厂的核废水要透报了后送入去海里，互附近的国家是正反弹。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讲，太平洋毋是日本的下水道。南韩总统嘛要求各部门研究，看敢是要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申诉，禁止日本甲核废水送入去海里。提标起，南韩民众上街路抗议，因为日本政府暂时决定将福岛核一厂的储存核废水透报了后，要排入大海，民众烦恼未来核污染恐惊直接危害人体。It's irresponsible of Japan to make a unilateral decision. Discharging the wastewater could directly harm an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our bodies. I believe what Japan is doing is wrong. 해양법 재판소에 일본의 원전 오염수 해양 방류 결정과 관련해 잠정 조치를 포함 제소하는 방안을 적극 검토하라고 지시했습니다. 南韩外交部已经召见日本驻韩大使表达抗議，不過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竟然一個誓言表示，福島核廢水飲也未安怎。別に水飲んでもなんちゅうことはないそうですから、私どもとしてはもうちょっと早くやったらと僕は思ってましたけど、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で。对这种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伊回应，请伊承认，才去讲，也批评日本不应该和全世界来收尾。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方处理核废水，不应让全世界买单。海洋专家烦恼，就算核废水经过透报，依然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核废水在污染海水的同时呢，还有可能污染到淡水资源。另一方面呢，核废水的放射性一旦影响到海水中的微生物，还可能对整个海洋生态平衡造成严重的破坏。专家佫指出，核废水不止对日本周边海域造成污染，还佫飘向其他州的海域，而且核废水带来污染也可能对住伫沿海人造成心理惊吓。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丹麦昨宣布讲，要永远来停用 AZ 疫苗，上主要嘛是因为它会更的副作用。丹麦嘛正做全球第一个停用 AZ 疫苗国家。丹麦一宣布，捷克政府就随表示讲，愿意接收丹麦村的 AZ 疫苗。另外，Johnson的疫苗嘛因为有它会更的副作用，所以某国家暂停注射。丹麦确定会继续使用 AZ 疫苗啊，为3月11日暂停注射了后，就针对罕见的副作用进行深入的调查。尽管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也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继续做，丹麦对透火菌的疑虑也是未放心。We're now convinced of the plau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this rare syndrome of VITT. It is a very serious case. We also have a risk estimate of 1 in 40,000 of vaccinated. This is new knowledge that we didn't have when we took the AstraZeneca in use. We do agree in Denmark, and the Danish Health Authority, as well as the Danish Medicines Agency, agree completely with the assessment of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So we have now today chosen to continue our vaccine rollout without AstraZeneca. 丹麦要继续使用辉瑞 BNT 也甲莫德纳疫苗。就伫丹麦宣布这个消息了后，捷克马上表示愿意接丹麦出来的 AZ 疫苗。副总理哈马谢克推特表示，已经要求驻哥本哈根大使进行协商。丹麦目前手头也有240万剂库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透火菌的副作用风险真罕见，呼吁应该继续做。但是美国的侨生原来有透火菌的疑虑，并且也建议暂停注射。另外有专家表示，暂时划停嘛不是歹代志。At the moment, the association does not have a proven causality, but certainly I think the Americans are right to just take a much closer look at it. 美国目前通报的6例透火菌的个案，拢是女性，也引起关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表示，侨生的暂停会当进一步研究疫苗甲透火菌中间的关联性，无定定会当查清楚某一寡特定族群无应该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讲，伫阿富汗的美军对5月份开始陆续撤离，会伫9.1恐怖攻击满20周年之前，全部拢离开阿富汗。阿富汗的总统嘛表示尊重。美国总统拜登到阿灵顿国家公布，向20年来伫阿富汗战场殉职的将士致意。
拜登安排这座行程，是替家己进前伫咧北京的阿富汗铁军决定加强决心，结束这场美国拍上久的战争。By what means and how long would it take to achieve them, if they could be achieved at all? And at what additional cost in lives and treasure? I've not heard any goo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nd if you can't answer them, in my view, we should not stay. 美国伫咧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是源自2001年盖达组织发动的911的攻击事件，造成要到3000人死亡。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伫国际盟友的支持下所执行的行动，总共开2条5000亿美金，损失3500位民邦士兵性命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史上拍上久的战争。拜登讲要撤军，并且警告塔利班，若是美军撤离期间发动攻击，会采取行动回应。I'm now the 4th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o preside over American troop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2 Republicans, 2 Democrats. I will not pass this responsibility on to a 5th.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阿富汗总统甘尼伫咧推特大文讲，对美军要撤离表示尊重。这段期间会继续甲美国一个北约盟友砥砺和平的进程。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甲北约的成员见面讨论，然后甲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对话表示，会最近完成撤军。目前驻阿富汗的美军约有2500人，非美军部队大约7000人，主要是来自北约成员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国内消息，中南部渴旱严重，有一寡水库的水量只剩1成到2成。政府希望再生水会使来提供部分的用水哦。也毋过有立委就质疑讲，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已经做20档，也毋过中南部县市也是离岛，接供率度却无到1成。再生水的量真少，成本真悬，常常使用的意愿并无悬。渴旱现象愈来愈严重，全台湾各地未少水库差不多看到底啊。北部地区石门水库的跳水率较无3成，宝智水库、永和山水库也较无1成，明德水库也伫1成左右。中部地区的里潭水库剩8.1%，德基水库较无5%。南部地区闸门水库也出现警示，敢若1成左右。渴旱这么严重，为着找水源，再生水将为必源的用水。也毋过立委质疑，污水下水道接供率这么低，恐惊起更较侪再生水厂，量嘛无法度提升。你要接收这些污水，你才有这个水源。委员说到最重要的重点，因为你要有再生水，你要有来源呐、这来源就是污水处理。干管的这一个施工，它是会比较会比较花时间。今年也会让这个澎湖也开始破零往前走。根据营建署统计，北部地区公共污水处理水量，每天超过181万吨，不过放流水再利用量，每天敢6629吨。放流水再利用率也剩0.37%，中南部离岛地区上悬嘛剩5%左右。另外，再生水厂进度也严重跳票，截至目前，敢若一座高雄红山厂营运，完全都不是工程上的延宕。只有再生水厂，因为你煤核端要出来，水厂才会出来，但是它上游所需要的污水处理，还有干管、支管，都是同步在做的。的确要等到煤核以后才能兴建。内政部表示，公共污水处理厂再生水推动计划已经编列152亿，将打造11座再生水厂，预定115年完工，120年会当达到每天提供28.9万吨的水。若是水价伤过悬，厂商使用意愿无悬的情况下，要评估引进也加研发产水成本较低的处理流程，提供无共水价。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纸箱叫无回，互农民是真困扰哦。有10来个运销团体是表示讲，因确实拢叫无回。行政院已经嘛透过跨部会协调，国内3大纸厂拢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会优先来提供菜色佮果子使用的纸箱啊。产地新鲜蔬果需要以纸箱来运送到各市场，国内当年大约需要1.8亿个纸箱，不过最近纸箱需求大大增加，造成农用的短欠，可能冲击到农产品的品质，包括短期叶菜类像牛番茄、大冬啊、水果、往来、酸亚金蕉，拢面对着纸箱无够的困境。初步统计，全国有16间共同运销农民团体有短欠的情形，大约占整体2、3成。
它没有办法一次预购一些纸箱去储存所以它会产生这些短时间的一些高强度的这些压力。为此，行政院13号邀集经济部、农委会、甲纸器工会、有永丰仪、正良、有永成等3大纸厂来监商。纸厂当局全力配合，优先提供农业蔬果纸箱。农委会嘛会担任平台协调供应，逐礼拜固定对纸厂直接提出偌济需求量。预计是每一个礼拜5会提交给3大纸厂，那由他们来优先制作。农委会嘛协调各大的农民团体，针对无同的蔬果提出公版用的纸箱规格，希望会当加紧纸箱生产速度甲供应。农民甲家己去打家己品牌的 logo。记者桂俊林台北报道。台北医学大学即前开校内的公听会，会中是有讨论到讲要甲康宁大学合并。消息传出，学生甲教育团体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今仔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康宁大学的董事推选小组目前是个继续的开会讨论，教育部嘛尊重推选小组的决定。因为烦恼学校去互财团入主，学校教职员甲工会真侪届前往教育部申请。康宁大学伫去年因为董事会的管钱问题，去互法院裁定解散，目前当伫筹组新董事会。除了进前传出中信金有意接手以外，即马传出北医大也有意入主，已经伫校内开会讨论。消息一日出来，工会反应拢无共。按照过往正常的做法，都应该是由社会公正人士的个人来组织这个董事会。如果说由一个法人来推派代表来担任这个所谓的公益董事，他是要按照原本的这一间学校法人的利益出发，还是以派进去的这间的利益出发？那我们不得不担心，这会产生一种利益冲突的状况。高教工会指出，公益董事应该由个人身份投入，不是特定的法人，才会当避免过去捌发生过财团恶意停办这个争论。思考工会是考量北医办学甲财务结果拢袂歹，所以我真赞同。这个学杂费的收入只有占他的总收入的15%，其他的收入都是靠着附设的医院，还有产学合作，还有政府的补助哦。北医大它的财务相当健全，办学良好的学校，如果能够接手康宁，它可以扩大它在医疗、健康照顾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力。思考工会强调，新董事会必须彻底改变康宁的行政体制，并维持教职员的工作权。教育部是说明讲，一切尊重康宁大学的董事推选小组作业。希望他们公开这些相关的征求条件等等之后啊，那么各个董事或群组董事啊，他们再来提出。目前包含像北医大等等的，都是属于个别他们在咨询。也是北医大是表示，学校有甲校内师生以及校友召开会议讨论，不过也搁伫咧评估，是毋是讲要竞争康宁大学董事遴选，细节都还未讲，也未到遴选的程序，所以即马就讲并校上过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公共电视的戏剧《天桥顶头的魔术师》，无经过授权的影片，伫30外个网站拢看会到。今仔早起，公司嘛请律师去刑事局报案，要来打击盗版哦，嘛请求民事的赔偿。改编出名的作家吴明英改名小说《天桥顶的魔术师》，这个戏出重现1980年代台北市中华商场的繁荣，播出了后真受关心。不过，伫超过30外个网站，互人发现讲有藏盗版。公司大总经理戚秋华甲律师15同齐去刑事局报案。目前是我们先针对天桥，也希望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作为，能够希望后面的盗版的形式不要再发生。接下来就是对于这些非法的网站去提出刑事的告诉。如果说未来有追查到实际的行为人的话，当然一定会提出民事的求偿。律师指出，这盗版网站已经涉嫌违反着著作权法，随便中介也甲随便传输这个罪嫌。初步估计，伫大陆地区损失至少3000万。戚秋华也指出，那天桥顶的魔术师这个盗版网站，甚至阁开始预告要播出火神的眼泪这个真济档公司所来要播的戏出。面对着这个盗版这么多，查緝盗版的时阵，阁拄着一寡难题。遇到网站都是放置在境外，或者是它本身会利用一些联络的管道跳版，
或者是一些其他让我们不容易追查的方式，才会造成警方在推动案件会有很大的一个难以追踪的一个困境啊。警方坦白讲，非法网站大部分架设伫境外，甚至网黑网址随时伫变，增加要追查困难度。好亲像捌讲是国内上界大盗版影视平台的枫林网，经营真侪年后，才互警方查封。目前已经互检方起诉，即届决定用法律来解决，阻止盗版行为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看高雄林务13透早发生枪杀案，有4人受伤。高雄市警察局长黄明昭早起表示讲，已经抓到5名嫌犯，也毋过上主要的嫌犯阁还未抓到。外界对高雄的治安是真袂放心，也毋过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高雄的治安毋是上歹的。市长陈其迈嘛强调讲，会甲中央合作来改善治安。警方破门入面，将倒伫困的判刑嫌犯抓起来，满道顶的改造手枪，枪支对嫌犯的租厝互查到，就像一间细间的兵工厂。起出枪械以及子弹。还有大批的制造工具等等，以及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在侦讯后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警方这几天大动作查私枪，治病对象是因为13号半暝伫林武发生枪案，15号透早伫治安汇报的时阵，警察局长黄明昭宣布已经抓到5车5嫌犯，但开枪的主嫌甲车还未找到。这个案件嘛，互高雄的治安问题搁一摆引起关注。台湾在查缉手枪这个部分是现在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还要大家不管是各县市政府跟中央，大家都要加紧合作。市长陈其迈访问到治安的问题，面色都无改好，伊强调会甲中央合作，追查改造手枪。内政部长徐国勇透早嘛替高雄讲话。高雄在基本上治安也不是最坏的，那我想整体来看，台湾的治安，在全世界的评比也应该是可以再让人相当放心。高雄对去年后半年开始，局长一换再换，治安煞无明显的改善。即马一个半月内底又搁发生2件枪案，互警察局长黄明昭发出2鞭的扫帚，嘛引起地方民众的不满。政府若搁无法度提出有效的改善方式，恐惊袂当安民生。记者高雄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大溪一间工厂，放伫工厂外口面，空地一寡无路用的材料，昨暗着火佮发出爆炸的声音，互附近的厝边是拢真紧张。消防局接到真侪通报案的电话，嘛赶到现场去拍火，加再无人着伤。火烧到真晚，就是暗时9点40分左右，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的巷仔底，空地熊熊着火，还佫有几啊声的爆炸声。住伫附近的人拢真惊吓，是赶紧打电话报案。现场火势非常猛烈，我们立即布线做一个抢救。那火势在9点49分受到控制，10点05分做一个熄灭。真侪消防车伫个巷仔内底来来去去拍火，消防局第4大队总共调派40名消防人员、12台消防车、甲1台救护车。人到现场发现工厂后边外口蹲进10米，火势炭真紧，小面积有15平方公尺。现场呢是燃烧工地的废弃物，那起火原因跟材料损失呢由火调科做一个待查。消防局表示，火势伫救灾人员到现场了后10几分钟就拍火，好佳在无人受困受伤。导火原因要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农家要设本社场这案已经抗议10多天了，因为附近有一个世界真特殊的景观。台南市政府伫昨通过要设国内头一座自然保留区甲地质公园，互环保团体是真肯定。龙崎工业区的地质是黏岩，土白较黏，无啥会发臭。过去因为敢要设坑大场引起争议，民众抗议10多天。台南市长黄伟哲打就任就签署暂停开发。2019年1月，以文化资产保护法，甲这暂定是自然地景。经过2年外行政审议，这个月10日通过指定做自然保留区甲地质公园，面积拢总有281公顷。这嘛是台湾头一个伫同一个所在有自然保留区甲地质公园的自然地景。刚刚客家偌济人爱入来的，无较早你若讲迄乌心啊真啊做成，这
这种变成废物的所在啊。那以后假使这个土地都交给国产署以后，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地方开放，那整个167线可以贯通了哈。假使它还可以用，我们不希望拆掉了哈，以后就可以作为我们发展观光的基地嘛场所。要去规划讲未来要哪发展，要哪来开始整理环境。当时对一天要来开放予老百姓去遐佚佗，这是我对这件代志的盼望啦当地民众乐观其成，也提出建议，希望市府会当好好来经营，唔是干那画口号。事实上，两期工业区总面积336公顷，其中54公顷是私人的用地，这摆互排除在外。审议会通过149公顷的自然保留区，阁有132公顷的地质公园。黄伟德强调，未来者袂阁做开发。我们还是把这个自然地景公园通过之后，周边的人就这个周边的一些开发行为自然就会得到遏制。我想说这是第一步了。那第二步，把这个公园建设起来的话，那自然民众在那边游憩，那怎么可能来做公园开发呢？另外，环保团体嘛肯定讲，当地泥岩生态是上大的特色，同时物的生态真丰富。市府所提出的规划，会当发展观光，嘛会当保留适当的区域，和动植物生态，创造双赢的局面。这项政策刷落来嘛会公告30天，才送去中央备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鼻头乡有风轮、河风、迎风三个川哦。风这字哦，对日本时代开始写法就无啥相共，有真侪民众嘅写字字哦，拢会写唔到字。最近就有村民发起联署，希望把风这字改做是正楷字，互大家知影。来到彰化县鼻头乡的风轮国小，大学校的名就挂在校门口，不过边的门牌却显示这是李轮川。到底地名是风也是李，好外地人看拢无。伫咧鼻头乡，包括风轮、河风甲迎风三个川有安尼问题。迎风川的村民因此发起联署，希望把错误沿用几啊年的李改做正确的风。这个庄名原本就是叫迎风川，永远丰富的意思。这个庄名是一个真好的庄名，但是咱的行政机关呢，拢甲咱植入这个李。杜文林表示，为细汉到大汉，每一个人拢知影当地是迎风川。不过，伫咧户政单位登记的煞是迎李川，真侪人伫咧写资料的时阵发生问题，嘛有村民烦恼，若是这代无改正，未来正确村名就无去。如果户政机关不把这个李字改为正确的风，那将来这个永丰村，它就会默默在消失在我们的资讯时代了。会出现安尼的问题，乡公所表示，是因为当初立第10期进行户政登记的时阵，是使用日本汉字咧，但其实就是中文风的意思。不过国民政府来台，赶快沿用立第10期的用法，若是村民有需要，将会协助处理。我们彰化县有个村里民大会，因为它是属于村里民他们的意愿的问题，必须要经过他们村民的一个同意。这样子，那我们公所一定会站在辅导的立场去协助帮助他们。彰化县府民政处表示，若是村民提案，经过村民大会同意，搁再上乡民代表会审查通过，就会使来改村名。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婚龄65岁以上的人占要2成。最近县政府甲中正大学合作，要来帮中高龄者做退休的准备哦，要以斗南区的客运车头来正做基地，5月份就会开始。婚龄县65岁以上的长者占全县总人口数的19.1%，老化指数全国排名第2。为了要中高龄者先做好退休的准备，县府选择斗南区台汽车站，将打造成因共生的基地。所以我们特别提前超前部署了全台湾第一座的退休准备基地，然后我们预计今年5月在斗南的旧台汽车站要开幕。那我们这样的退休准备的一个相关的课程其实在1年多前就已经陆陆续续在云林来举办。县府表示，为了要中高龄者做好退休的准备，现在和中正大学签订中高龄者教育和退休准备的低龄培训合作。第一阶段係先以在地食农为主题，先培训内龄食农的干事，协助农民萃取农产特色。那我们的计划呢，在这边的话，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现在先以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为主。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会把更多的那个不同的科技带进来。校方表示，新强新的基地建筑会当帮助中高龄者、是农业者，学遐数位运动的能力，为实体商店变成一个网络店家。未来透过无共专业课程的培训，帮助中高龄者提早做退休的准备，来发展青年就业在地文化和文化传承。记者有林报道。来看复兴上港有一个学生啊，叫做蔡嘉林，伊细汉捌当过手匠的医术手术，虽然有一寡无方便哦，也毋过伊真爱画图甲设计，嘛真有天分，得过真侪奖哦。伊嘛是学校老师甲学生心目中的模范，咱嘛做伙来看卖。专心为家己的阿公创作的时阵，爱用双手入笔。伊是复兴上港的学生蔡嘉林，自细汉双手萎缩，透过医术手术增加手掌功能。伊真爱画图，透过创作展现自我，也特别爱画人物，常常将作品放伫网络顶端，甲大家分享。很想尝试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最方便呈现我自己的想法是拿笔创作。我觉得人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画面。每个表情都有他自己代表的想法之类的，给他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能够自己做的都尽量自己去完成，不要再依靠别人的帮助下去自己完成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妈妈予伊满满的爱，希望伊坚持做喜意的代志。就算比动物投入搁较侪时间，伊也是真热情创作。常常摕到校内美术家设计竞赛大奖，还佫摕到校内人上宿舍的高阶证书，专业能力超过未少的同学。妈妈的爱心啊，对蔡嘉林的鼓励，我们辅导处的老师对他全力的支持。那当然，关键在蔡嘉林的乐观、积极啊，有自信。对家己杰出的表现，蔡嘉林谦虚表示，也有真侪爱学的所在，也感谢师长的鼓励甲同学的协助，也有厝内底人的陪伴，可以会当坚持兴趣，完成想要完成的代志。伊也希望未来会读北上大的数位多媒体设计系，会提升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克事故发生了后，有心理专家是表示讲，这救难的人员若是有创伤症候群，相关的镜头可能会拖到5天这么久哦。政府目前的资源嘛无够，所以呼吁政府就爱甲社会资源、甲心理咨商界的力量，靠我来做伙来提供协助。代替泰鲁格事故的救难人员从第一线救人，现场罹难者暂破肢体画面，会一直掉伫咧因的头壳内。国民党指告国家政策基金会24日邀请专家开记者会，讲政府若是敢若针对受难者的家属亲友做个案追踪，也阁无够，也该扩大到重视全民的心理创伤。例如说，像国防部性别的文化掺进去之后，大家会担心啊，我今天如果去使用了这个0402专案，我会不会被我的长官认为我的抗压力不足？那就像那时候在讲普悠玛的那个救难人员自杀这件事，其实就是一样。卢慧坤讲，这种心理的创伤影响可能会拖5天，尤其是救难人员大部分拢是男性，受到传统观念认为男性爱较坚强，所以因的压力会更加大。虽然卫福部有男性服务专线，不过害人无多，而且敢若一通电话帮助有限。伊认为政府就要好好运用这边民众管的善款。甲民间共同做心理创伤的辅导团体来到3工，应该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要有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室，它可以成立。那这样子的话，里面如果有一些人可以随时可以求助，这样应该会是个比较好的方法。专家讲，全台湾目前有执照的咨商心理师大概4000位，人力无够。像国立大学学生普通时若心理咨商的需求，就要等2个月。这边事故也有师生受影响，资源绝对无够。希望政府结合社区，建立心理辅导团体，补充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仁爱乡哦，这些民众大部分拢是赛德克的原住民，也毋过以早因为汉化，全名拢是叫做中正合作这个名，甲原住民的文化完全无关系。最近合作村就积极要争取改名，要用因的族语来号名。希望未来子孙仔会使了解家己的传统文化。
2014年，南投新增加一个斗达村，是仁爱乡头一个用洗涤族群的名称来号的村名，其他拢是像精英、中正、合作等等，甲原住民的文化无牵连的村名。其中合作村自2年前开始，就真积极咧争取改名，希望会当像斗达村同款，将村名改做这主要的族群的名称德鲁古。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地名，也都是我们最具有这个文化价值的一个东西，能够继续把它保留下来，那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的传统地名是什么，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是什么。除了要甲规个村改转来合作德鲁古以外，族人嘛希望甲村里的部落、街仔路、学校等等的名称，做伙甲恢复做传统在地称呼，就是希望珍贵的洗涤文化会当地探。包括部落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巷道，只要是它是在我们沙斗部落的，我们就把它更改为沙斗部落。那如果是在我们德鲁宛部落的话，这个平生路我们也把它改成这个德鲁宛部落，也包括我们重要的一些桥梁，包括我们的学校。从以前听到的就是德鲁古嘛，恢复我们自己原本的旧名嘛，说要正名，所以当然很开心啦。这项大规模改名的计划受到真侪部落的族人支持。等待部落会议决定正式的汉字了后，就会将这项计划送到仁爱乡公所，希望会当伫今年就完成改名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中寮乡乡内有真侪囡仔，拢是阿公阿嬷咧带，所以附近的国小嘛，常常举办一寡大人囡仔会使做伙参加的活动。最近就小招大家做伙来画囡仔，佮用这囡仔来布置校园，咱嘛做伙来看卖。用七彩五色的颜料伫咧太阳顶面画图，伫帽啊穿遐讲，大人囡仔同齐发挥创意来画图，可以和阿公阿嬷他们互动很开心。希望以后这个轮胎可以变成艺术品。真好耍啊！来遮好佚佗啊！中寮乡有足侪家庭的囡仔，拢只有阿公阿嬷伫咧养饲。为着让祖孙有搁较侪活动，热心的业者免费提供旧的轮胎，永乐国小举办画太阳的活动，让长辈甲囡仔伫咧活动当中，会当感受到无共款的趣味，同时嘛会当享受天伦之乐。那老人家就是其实也跟小朋友差不多啦，对，然后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要画什么画什么的。发现轮胎彩绘完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校园的布置。然后甚至于作为一个将来我们计划能够成为一个社区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也欢迎各界的游客可以到我们社区跟学校来参观，我们整个是一体的。然后另外也可以作为小朋友的体能训练。校长表示，因为少子化，学校人数无介济，唔忙透过活动，会当增加家庭关系，学校结合社区的特色，希望让更较侪人来行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东京昨举办日本授权展文策院伫昨下晡嘛透过网络连线的方式，为展览中的台湾馆来举办开幕仪式，希望会使来推出台湾原创的图像，拍入去国际市场。设计想法是为鸟眼生魂的可爱乌鸟派到地球的宇宙特派员来，宇宙探险队的图嘛甲台湾翠暗国家队合作，推出着 MIT 的翠暗，计划伫日本通路来卖。这个卡通人物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其实看起来非常日系，它非常适合走国际，但是它其实是台湾的创造团队所创作出来的。因为日本是全球第2大授权市场，日本授权展更加是日本规模上界大的国际授权展览。去年文策院参加日本授权展，创造新台票4亿的产值。今年是以台湾馆为主题，带14间台湾角色品牌参加。透过这次的日本授权展，能够为台湾的 IP 能够一样，就是越在地越国际，然后走出台湾，然后让全世界看见。这一次14个角色IP 能够在这个众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特别透过角协所组成的日本角协所组成的国际评审团，来挑出最适合日本口味的。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作品。台湾原创图像 IP 伫国际市场真有竞争力。日本各协也特别伫记者会透过台日连线，娱乐到台湾品牌的风貌已经更加优质。日本市场也反映出，确实有愈来愈侪下台族。文策院甲日本角色品牌授权协会联名合作，让台湾图像 IP 会当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社会较保守哦，嘛是阁有顾囡仔是查某人责任的观念。也毋过最近这几档哦，社会风气冇淡薄仔改变。去年一寡企业请育婴假的查甫员工是比去年增加2成外。你了观念的转变，嘛甲疫情的看，囡仔无法度去读册，总嘛是爱有人顾有关系。食饭、露喙齿、洗面，正伫咧休育婴假的郑炳准，照顾一岁怀查某囝已经真熟手。 애랑 되게 친밀감이 되게 많이 생겼어요. 그게 제일 좋았던 것 같아요. 会当甲囡仔培养感情真欢喜，不过郑炳准讲，要请育婴假无遮简单。 Taking parental leave would mean a career break and thus a financial hit. It could also lead to reputation loss. 惊讲会影响工课，南韩的男性伫过去拢无啥愿意请假顾囡仔。2012年之前，每年只敢若无到1000位男性请育婴假，这几年有变较侪。 Since my wife and I both work, there's no one who can take care of the baby. She's too young to go to nursery school. That's why I decided to take a year off. 根据南韩官方的统计，10年来当地男性请育婴假的人数一年成长。每年私人企业请育婴假的男性已经超过27000人，比2019年增加23%。部分原因是甲疫情有关系，因为学校改建远古教学，做父母的就要开更加侪时间陪囡仔，也鼓励男性请育婴假。社会观念改变也是原因之一。 南韩的儿童保育协会讲，20到30几岁男性更加愿意请假，不过因同时也会考虑请育婴假期间会当领偌侪津贴。 Money was the hardest part for me. I received about $2,200 for the first 3 months, which was fine. But for the remaining 9 months, I only get $800. 南韩政府即马一年调悬请育婴假的津贴，明年开始做父母的，若请1年育婴假，前3个月津贴上悬会当领到大票7万，后壁的9个月是8成薪来计算，上悬会当领到大票3万6。希望有政策的支持，会当让更加侪男性愿意休假，共同分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公司新闻徐冠玲编辑。 真侪人逐工拢话讲要减肥，也毋过空喙报纸拢是凊彩讲讲的尔。为了健康哦，美国有一间公司想出拔胶布，要来鼓励大家认真减肥，民众会使压一笔钱，减肥成功就算是半赢。这是一种真特别的鼓励减肥的方式。也毋过嘛是提醒大家哦，拔胶无好，要减肥嘛是要透过健康食食。伫2年前，布伦菲尔先做执行。 这是布伦菲尔芝麻的模样，已经24个月，互体重规个降落，袂输敢若变做另外一个人。而且伊减肥的方法真特别，竟然是用半脚来减重。In a chance, it's a gamble, but you're in total control of it. S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you sign up, you can decide how much weight you want to lose. You can decide how much you want to wager each month. 已经做老母的布伦菲尔讲，半脚减肥甲传统的半脚无同，无倍率的问题。 家己会当掌控结果。伊自2018年开始参加健康优享这间美国公司的拔脚减肥计划，每个月开$59000，换算代表是1000到3万4的奖金。果然，敢若是行动饮食的方法来减肥，最后赢到奖金。不过，敢真正这么有效？ We're not trying to be your sole weight loss solution. We're a complement to other things. So we don't provide you with a comprehensive diet plan, or we don't send food to your house. We're the motivation piece on top of what you're doing. 健康优享公司强调，因只是提供一种起引的方式。若想要省来，也是要参加者家己有运动甲饮食的规划。2020年参加这项计划的人，成功的几率是比前一年增加25%到30%，也互因公司伫咧过去12个月支付大概$1700万的减肥成功的奖金。 会当减肥，阁有钱通摕，看起来真吸引人。不过健身教练讲，健康是长期投资，袂当干那靠短期的刺激。Whatever 6 months, however you bet, then like after it's over, a lot of people go back to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and don't keep up that healthy habit. 心理学家讲，奖金会当互想要减肥的人有一个好的开始。 不过，若是要解决饮食失调所造成的体重问题，也是要从心理这方面来解决。若是干那要靠这种半脚减肥的计划来减肥，可能是无效。公司新闻徐焕玲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加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加13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